比如讲啦吼，我是叫做比如，吼，拄好即个数年啊，坐伫头前，只我是拄好安尼看安尼比如啦吼。我想恁讲数年啊，呾结了生囝了后，伊就是一个愿讲我今仔日一生，我要将我这个囝要甲栽培互伊成就，要后日栽培互伊会当来读大学，甚至要栽培互伊后日会晓修行学道，这是一个愿。吼，无可能你囡仔出世就读大学，无可能你囡仔出世就要修行学道。但是你照你的理想目标去甲伊推动，去甲伊带动，去甲伊鼓励，到即摆吼，到即摆请问各位数年来囝有咧修行无？有。咱各位知影无？有啦吼，这就准啊。我是比如啦吼，毋是讲伊足好啦，迄是比如咱大家知，咱伫咱的内底足济拢安尼啦，迄是比如安尼讲，咱有即个愿自然的，咱就会朝迄个目标去甲努力。那么咱大家互我看法，咱这拢过来10年的道亲啊，像阮哥哥哦，啊，甲咱这老道亲啊，读过房间先生。也是即个做进定先生，哦，咱这内底拢足济的老道亲，但是吼，虽然咱当时有即个初心，有发即个初心来修行，但是咱迄个愿望爱继续去发落呢哈，爱继续有法愿来精进。比如讲，比一个讲啦吼，请问咱这老菩萨，已经新的啦吼，新菩萨。咱用早有见用学罗毋知会晓袂吼，会晓袂吼。做上啊，你用早有见用学罗毋知会袂吼，会袂。若袂举手，拢会哦，啊，拢会哦，按无几个袂甲你恭喜啊，也袂甲你贺喜，袂安怎会继续努力？哦，袂继续努力。啊，你若袂晓的，爱学咧哈，袂晓爱学，迄嘛是咱一个目标啊。哦，咱是讲较早一寡老人毋捌字，像较早阮妈妈毋捌字，也要上发济经，也要上救苦经，也要上大悲咒，也要上太阳经，也要上太阴经。哦，也要上烧香的礼赞，若要初15订婚，就念烧香礼赞。毋捌字伊才会晓，学